这样的不可咋是不要紧的跑这是么？跑这种，跑这样都是前儿是跟着爬嘛，我们那边他是没得不了什么，只跑这样的话更看嘛，咱弄的他，但有啊贵，早起这个腿不那个事儿的对事儿帮有事儿帮跑这儿话就更看了，你小伙子，但是呢，我其实个就这会儿呢，现在呢，随便洗这个的那么，老过看了过，老过也看了。咱们的哈达为都是可能抓了咱的面试大概几千万那种。大概今年吧，跟时间过，年方咱们都跟7200，你们是这个了了。张口20天多。20天多是个弄这个的。这新号上面，你们那多少单位过去哪呢？单位那个你基本上是会苦，只是苦一块儿就多少单位嘛，只娃娃的那个。嘞，才2天那就可能是就都是他们自个儿拿回家固定的那个根据。咱我在年度28人的男的帮啥子？28人肯定7个仓库有是。该是去那么清楚了，去上过。28个人，但是8个身体也行，所以他们。听起个仓库，该是去哪家还是我们随便我们哪儿？随便我们嘛是该是，一般工科的专门的干长啊是那热的没得那啥，但是团的，无论号上都是那种的。现在你说是不？渐渐的说很么，但是7个仓都规定了。那很干了，现在都没疼嘛。前排你管不搞嘛？然后事情我说干不搞嘛？但你都没得水培管嘛？水培都1块钱。他是培训赛。这个一样的，上面一样嘛，都上边都不干弄，一二队都是了。二光有一家都是了，中间二光有一家那是1个老板，2个1个老板，不止3个1个老板，上边呢2个1个老板，这就2年赔了了。他是培训赛总共几个？培头中培头干那水培马，那干那块多少家人？那是几个？几个才几个对面的是？几个队？几个队啊？几个队才几个。都他是那养老的，不加烧嘛，不加炸混。对，不止对几个队，要是几个队，但是那两个。我就一个队这一块吧，这个啥人这块青牛那这2天呢，清车是吧？18天他几个一个队那2天嘛。我就那边16天拖了了吧，上边2个队一人1天。外面那个是，外面都是一那人看到吗？咱们的，有这个话，可能那边的年轻人在信仰我们的，他们的信仰可能让你身体越来越拉伤个的。今年嘛也样贵，感觉大师也这前面咱们感觉嘛，这大家去的人带过说过。从3年给嘛那边是。该是可能前阵子大家信仰这个样们，你不得信仰可能花那个啥你花大网友子。这听大师也没得说。咱们跟他讲。我但那个人的过日要跟他讲，只能么个多事情了，估计只能得到估计知道没了去了。就是那我估计这来呢，这个呢，那么就估计个，或者是那么的带呢，或者是一样的带呢。听估计那么样看那么呢，甭把那这个赛季推到这那过了，一样。甭把那这个赛季啥状况战赛季推到这那就是这样，你知道不对？我当时带人都蛮是拉贵，带人都蛮谁可以是，这那个那生活的好的么是这些钱了，他不这样了啊。你反正你过得很轻啊，做可浪的，跟着困着的说。反正带人是打工，真的营养比过得少。这没得情况，也是得了情况。那个样。我感觉社会那条点儿估计就人和
人后面是贵客了，给你10克，那等你呢？一般嘛个都当贵，就让到一些人估计7天起来呢，7天就休回的才起来呢。或者是休回呢，干都生起来呢，或者是就要么个都当嘛，要么过日子，30过，我给啥不就搞时间了，起来叫吃回呢。我感觉当别样回去呢。不给啥回去搞些，那就路上好玩点了。搞都比那个可能出门一个他就我知道了。也是去一块儿干一块儿闹，就这样不就是没啥，他就一块儿就挺闹，没有他那估计，他就专估计到那那没他就回去了，时间过，一般就。对后面我跟在课上能听会儿就不知道。那样都是那顺便都是那个时间都达到过，往家操多少才个时间都长，但是那么个都相当当贵，你可得有些啥子了。是我花当他是那花钱那那都上的光啥？花钱那上光。但是听他讲光，你前山都来嘛，但是那是。还真多光，那花钱那年那个那是那这个经常光。以前他现任是不是上吧？现任花那上。现任是光，那可能是这可能还是上嘛。他是光。但都很这个反正。还有那啥呢？对那边那对那个好多地方丢那过没呢？就那这会儿呢，慢慢的丢那过没？那碰见过啥那个玩意儿呢？哎呀，你那也不好说，不没有大事不好说。大事比大的话，中餐你这个2-3个那样这个是10年，就这个搞可能你这样可比这个的呢没你多了。养10年就是。你中餐嘛住家我来养。这个是10年早了弄过。听这个是去了过，河南去这边听这去了吧呗。就河南我就是啊。好嘞。很多你多少听那个感觉是这去了吧？他是不好了，一般的是中餐了看的吧？好嘞。不好了，他是3年不，半年就不去了。3年像去过，就去了。当时信阳关键是。一个什么？你就这2个3个别样过，你说够贵单的，他是中餐子他过，今年3年节前空的，压个就是养肯定。你这是打风那不是打了吗？一个么还不就吹凉风子的，才压个人噻，他是不好那一般的，是人吧你看，中餐就是但是然后，但是好像我去。干酸瓜，你们老这家。干酸是干酸瓜就是。因为咱那北京都干是，那等都可啥这个这电话我就说要一个人看，我跟你说这请哪儿叫？叫啥请哪儿叫嘛？那对了，叫那个了嘛，就那家那个问题挂不严着家的我叫。我前3年好，但是很久，新儿嘛就前3年就。3过嘛。3过嘛，才是。像我那那家嘛，给上次丢的，那花那个啥去那丢的过。贵是哪贵？那边老。但这长河都3分人。长河都3啊，比吃点油那一百。吃点油啊，吃些那一块啥都啥了过。一般是那个一个让你一个，要么就给你要么半百弟子。我跟给上我跟你说，都台湾呗。给上你4浪1吧，不家伙，跟你没有身上。4浪弟子吧，但是我跟你在以前的话那半呗，跟2年跟你话那半嘛，都高人吧。好嘞。我大家是在一般是啊，这是可19可比就那有那边。你跟你原因是，北京话那家都去过，一般可能是现在啥样这个。没跟着是大儿那一个干了，什么都就大儿那一天那个了，这个大个。
是婚恋或者是信仰一个啥人了呗？哦，这个是信仰那个嘎是个概念啥子啊？你见你可能见那不可能。哦，对。特拉这特拉那么特拉啥个？当然了，这什么的，有个俺们去钱见了没得，回去又变了，回去那就没。钱又老。这个上头啥可能是斯朗也不啥子，斯朗也就是不就是个哈是个。跟斯朗也就是报名，那很不拉，但是很不拉过。哦，你在给上嘛？哦。但是很不几个。过，2年过。是不那边，都很个吧，很对。过年过，花了真花了过，这是你只花了20个。贵了，那他不然讲那段其实这80不少。啊。那个么那人都很我，打死一个片。很那个。我这打死就150呢，就你跟科学了几克，要么就辛苦啥，就给先科学了去，那是科学伟大吧？是先科学这边那个国家用这个对整体都去科学了几啊，万一科学了就像东北用啥打死随便给那句话，真的嘛？这样他比以前科学，对民间都听到那科学了就不贵，医院拿不贵，真的嘛？医院都拿个效果一起肯定回去，这比有可随便给这句话，说起对日就医院的谁那个，去计划了以后就不讲，对边了。你过tan场不是你上住家，你是不是该是过tan场吃了？你是？过tan场没得不用跟国家讲，国家吃就挂国家。该是样样请来就营养嘛，花了请来，花了这几个请来吧？是很快等我9月多了猛吧？大年换9月。大年。年换9月，都大年换9月嘛？还大年换9月？我只换9月。我只能换9月多。我只换9月多，对个儿那个3天。哦。我你个儿还2年半谈过没？哦。1年半的个喊过。1年半还就是过。比去年9月都别拿了呗。哦。就对个儿那你肯定要看肯定可时间的嘛。哦。这个。该是营养嘛，花那个钱来讲没，再过2年嘛过。过，这一直来这，可能是比年好什么时间嘛，那会咱这边讲嘛。哦。咱这边那个公司那么都大家不讲，不讲讲弄这个。哦，都给你吃。我休息嘛，别去就没事。听啥我听黄是不是给2三本就是？那个是？牛肉啥啥口本怎么就去了？哦，好多年黄。考啥课？这3个月那在这1.2点过，那一天的，那个都大家单位都能都大家喜欢都是单位。花了就上了想。就是单位都的话，我家妈那维持个3、5个月，要见你挂过来弄。这个是见个哪能样讲？要可能是就。突然的，不拉苦让那个咋个就从让都这边儿就2到弄和那个那户子这边分光。他们就可能，别个想去没得机会，可能是年黄不一直是那。年黄该是不是知道就看到是吧？那个是。就是知道就看。公司老板对待就是叫你去看。哦。还有那个道路那个大铁花那个，你看到的道路刚刚归了，大刚个那个跟那个啥个怎么啊？但你不讲这个咋个？啥你啥个都忙家去了，对，你是去你没给光没么了，你没跟你都没习惯了，但你让都就。就主要让嘛没这个。对，有你。真正个的，你让他了，没东西没，你那啥，你让他就切口烧肉了，你切口你都拿很挺大个还。我给听不要说，咱这没你都拿啥你个人家都拿个嘛，听见吧？个人你都拿不着没，就没东西专门个线路的，线路都拿到你切口，个油口线路你块儿你都拿。个人你看你是不是线路来有？但问题线路来也来。对。都得投。
人大概要么的，都当时那个位没得，可能贵点，都这其实很那个估计人那个。就到时候你就渐渐你们感觉嘛，听点首歌，最后所有的画到那个对比过，就更你们那个，更你们那个，你渐渐的感觉到那个么，就是渐渐的胖的是那个，你感觉到那个。这胖是在真正，那都啥，感觉渐渐是到那个么，你这个渐渐。感觉有些人二三可能。好的。二三可能。变三可能，那渐渐是到那个么。到那个。我跟渐渐的钱多，但是二老爷钱那一般是过日胖是钱多上不到吧？钱子家这边老公。钱子上不到了，不是说你钱二老钱子上了。哦。出国人都是估计你来在那个，咱的国家那个，在王家的问吧。好的。王家的还是老子这问吧。王家那二郎子咋不着？王家那合吃龙王是该是没有说合吃龙王嘛？合吃龙王的。吃哪块呢？吃哪块跟二郎一个帮，二郎就是咋说？啊？二郎子怎么办？好的。这可能没。好的。二郎子怎么？这房子我那一个样子1800。这边新家是吧？咱那上面这个几趁他个几个，趁他个样子吧。那该是二郎一个嘛？二郎一个嘛。就是。该那王家7家。好嘞，王家7家都有了，这块没有。新家有了，新家都过。贵了。新家这个要回收好那个么里面？新家嘛住家老好多嘛，应该是那个嘛。现在这可能是在